所以咧呢個689咧就變咗係人民力量同埋社民連嘅最佳助選團，同埋最好嘅催票機器啊！所以佢越驚，我哋就會越多票，係咪？係。嗱，所以各位朋友，如果頭先幾位朋友講到拉布咧，其實成個拉布表現最傑出同埋最好就係阿慢必，大家俾啲掌聲啊！冇慢必嘅參與同埋全意投入嘅拉布戰呢，啱啱嗰一年嘅網絡23係冇可能拉得冧嘅，因為成個過程佢逐步可以話已經完全掌握所有涉及到拉布嘅議事程序嘅有關嘅條文。佢發揮嗰個拉布嘅工作同埋嘅力量咧，可以話係真係全面同埋深入啊，同埋喺歷來咧係做得最好嘅。咁所以呢一次網絡23嘅拉布成功，慢必係居功至偉。喺不但喺大會啦，喺呢個嘅公務小組委員會、人事編制委員會，同埋喺呢一個嘅財委會咧，跟好多個項目同埋工程咧，即係慢必都係永遠最早到嘅。啊，我同長毛咧，特別我好多時都遲到嘅，因為我啲船期問題咧，有時就8點半趕唔到。咁咧慢必次次都8點半坐正喺度。如果冇去8點半坐正喺度咧，你知唔知好多時8點半咧，成個民主派得慢必一個人喺度㗎咋，係嘛？如果慢必8點半唔坐喺度，啲議程已經過晒㗎啦，係嘛？我哋有一次去中途，即係呢個嗰個禮拜有2節會，第2節我哋即係掌握錯咗少少時間啊，遲咗2分鐘入去，已經過咗2個項目啦，幾快過啊，係嘛？咁所以即係喺呢個嘅拉布戰嗰度咧，即係不單係喺大會、喺財委會、喺公務小組委員會同埋人事編制咧，呢個係好重要嘅。我哋最後成功令到689最想做嘅大嶼山計劃，包括陰澳嘅填海，包括成立大嶼山拓展處，包括中部海域人工島嘅填海顧問工程，呢3個689要做嘅工程，全部上唔到馬。呢個就係拉布嘅力量。咁所以點解689咁恐懼、咁害怕呢？因為佢唔能夠向張德江展示嗰個大嶼山嘅發展計劃圖咧，可以做到，係嘛？咁所以呢一個嘅工作咧，喺下年咧，我諗人社嘅議員咧一定會繼續同埋做得更加好。嗱，喺跟住落嚟嘅工作咧會艱巨嘅，因為呢一次民主派嘅碎片化不單係自己造成，背後共產黨嘅推動、資助同埋協助咧，都令到呢個碎片化咧係更加全面咧，同埋嗰個影響呢個嘅即係極為呢個嘅之深。大家見到區議會最近上庭都睇到區議會一個細區都資助20萬啦，同埋指定區啦，係嘛？最近呢個嘅即係啲社區人士有時提到咧，最近有啲人揾佢哋出嚟參選咧，少少地都300至500萬一個名單，較為有啲能力好啲嗰啲咧，都500至800萬即係一講開呢啲咁嘅碎片化收錢嗰啲，又點解係狗行過啦？咁證明呢一啲嘅民主派嘅敗類咧，係逐步會出現嘅。咁我呼籲市民用佢嘅智慧睇清楚邊啲係人，邊啲係鬼。因為如果地區直選保唔到18席嘅咧，拉布就會完全被毀滅。所以呢一次嘅選舉，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不單係人民力量社民連可以入到去繼續我哋嘅拉布戰，亦都係要確保
地區直選18席，呢一個係香港所有市民要共同關注。我哋一定要保到18席，至可以繼續拉布，至可以繼續令梁振英天天